白沙屯蒋天宫今年建庙160周年，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，伫咧9月29到10月初1，邀请真侪台湾的传统艺术团体到现场表演，希望透过这款活动，互民众搁再行入到庙埕，感受到在地传统文化。布袋戏艺术陈锡宏的学生吴英昌当咧人布袋戏红啊！记者会现场，共有南管音乐家林吴素霞表演七主戏的每个角色。白沙屯蒋天宫建庙160周年，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，要伫9月29到10月初1，邀请侪侪传统艺术团体甲宫庙伫庙埕做阵庆祝。而且咱也要邀请咱北港妈来咱白沙屯来红单，来邀请到咱。全省的各宫庙有宫有庙有祀的主神，伊是咱白沙屯分灵出去的妈祖，咱嘛邀请伊来回娘家来看。我觉得因为神，然后我们感受到人，人是什么呢？台湾人的人与人的这种情感。参与记者会学者林步宪讲，庙市毋但是台湾的信仰中心，也是侪侪本土艺术文化展现的所在。若要了解台湾的文化，行到庙口就通欣赏。你若去欧洲，一定去看教堂；你若去日本，一定去看神社。来到台湾就是爱看庙。真侪台湾人可能一世人毋捌去过什么这个国家公园，但是你都要看布袋戏甲歌戏，伫庙口。传统文化，咱嘛要继续甲传统落去，所以阮白沙屯蒋天宫会保持这文化传统，继续甲延续落去。学者表示，过去台湾的庙会是侪侪戏班等功夫的所在，世界拢通欣赏传统艺术。即摆因为社会变迁渐渐稀微，即摆文化总会甲庙方合作，毋但伫庙埕斗热闹，也推出代替彩绘列车、市集，有传统有创新，望大家同齐重视文化，嘛保守文化。记者阮就随台北报道。